你可曾感受過，當所有希望都似乎消逝，卻有一股無形嘅力量介入，為你扭轉乾坤？士師記第5章唔單止記載咗一場驚心動魄嘅戰爭，更係一首傳頌千古嘅得勝者之歌，提醒我哋神嘅大能同佢嘅愛。呢個勝利唔係靠人嘅蠻力，而係神親自為佢子民爭戰。當神為我哋擊退敵人，化解危機，我哋嘅心底應湧現嘅就係最真摯嘅感恩同頌讚。請別忘記用詩歌、用禱告去回應佢無盡嘅恩典同犧牲。士師記5章31節溫柔地啟示：願愛你嘅人如日頭出現，光輝烈烈。呢句聖經金句唔單止係對得勝者嘅祝福，更係鼓勵我哋要活出被神愛嘅光輝生命。願我哋嘅生命都充滿佢嘅愛，照亮身邊嘅人，成為盼望嘅燈塔。